33岁乌克兰女星瑞莎来台发展10年，2013年便开始申请归化台湾，过程却一波三折，总算在24日如愿取得身份证，正式成为台湾人。她拿到那一刻也忍不住落下泪来，而隔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夫姓，还开心直呼终于可以跟全家姓李。瑞莎之前只持有台湾居留证，出国受到很多限制，2013年起开始申请归化，为了放弃乌克兰国籍成为台湾人，更挺着孕肚再飞了超过20次，跑了北京、日本、俄罗斯的乌克兰大使馆，总算2017年成功放弃乌克兰国籍，而24日也现身台北市信义区户政所领取身份证，更开心在脸书上哭喊他是正港的台湾人，只能说谢谢你们。不过，领完身份证的隔天，瑞莎也在上宣布，她终于可以跟全家姓李，也透露之前帮爸妈想中文名时，都直接使用老公的姓氏李，加上也姓李，全家里却只有她没有姓李，因此她一直很想要跟全家有一样的姓，现在她文件里终于都是李瑞莎。而瑞莎也解释，领取当天没有直接申请李瑞莎的身份证，是因为她以前很多个人资料都是用瑞莎，若第一张身份证就用李瑞莎，她不会有改名字的记录。不过也高兴地说，李瑞莎听来跟她爸妈取的名字 Larissa 很像，这几天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感动，很感谢大家的欢迎，但工作还是会继续用瑞莎的名字。